好，俾啲掌聲自己先。哇！今日原來又多咗個阿羅生，好感謝你啊！好多謝你，多謝。咁啊，頭30名攞咗飛仔未？攞咗，係啦，我台面有啲手掌可以幫我攞嚟互動下㗎嚇，隨便攞。不過咧攞完之後咧放翻喺嗰個位置就得㗎啦。咁不如咁啦，我就中意你哋嗰啲掌聲，我先唱歌。好 ，OK， 等你嘅音樂。通常我都係第一個㗎，因為啲老細梗係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嗰啲啦，係咪？好，大長今有冇印象呢首歌？好，送俾大家一首《希望》，同我互動下就好啦。寒風爭飛過遠未斷線，看一生萬里路路遙漫漫，看犧牲的腳步盡化溫暖，暖的心愛追憶你的微笑。風雨浪，心聲相碰撞，信將來能力撐，心中的希望，再一下未曾絕望。其實每一個人一定要有希望。呢首有冇睇過《大長今》？其實呢個故事教導我哋咧，真係要堅強嚇，係咪啊？家姐。真飛高了未斷線，看天空夢相聚是誰定下？看艱辛不卻步步向溫暖，暖的心愛珍惜你的微笑。